剛才嘅詩歌呢，副歌嗰度話我何等愛耶穌。唔知呢，喺以斯拉記10章嘅時候，嗰度啲以色列人心裏邊係咪都唱住一首詩歌？我何等愛耶和華，我何等愛耶和華，因耶和華先愛我呢？如果我哋要拍一套戲嚟到呢一集，我哋會選擇咁樣拍嘅。首先個場面一定係影住滿天大雨，係咪？第9節嗰度講，一大班人聚集喺廣場度，落緊大雨。我哋睇9月20日，我哋唔知係幾時。其實係呢，以色列地比較凍嘅一個月份，係好寒冷嘅一個月份，又凍又濕又落大雨嘅時候，一大班人跪喺度坐喺度，諗起成個以色列而家發生嘅事情，一個好悲慘嘅局面，心中想起呢首詩歌嘅話，係一個極大嘅諷刺。以斯拉記、尼希米記，我哋一路讀呢一季，其實我哋知道係上下兩冊整本書嚟嘅，一個中心信息就係重建。喺1至6章喺3至6章呢係重建聖殿，1至2章我哋知道係前傳啦，3至6章呢就係重建聖殿。喺今日呢一章後邊，尼希米記1章開始到呢第6章呢，就係重建呢聖城。兩個重建嘅中間就係呢，今日我哋睇嘅呢一個嘅部分7至到10章重建聖民，係一個好艱難嘅一個嘅位置嚟嘅，好難去重建嘅。呢個時候如果係電影嘅話，如果我係導演，我就會加句咁嘅説話：每個人心中有一個死穴，每個人心中有一個死穴。弟兄姊妹，你有冇啊？喺你生命當中，喺你心底裏邊，你自己先知嘅邊一個係你嘅死穴啊？信主之前嗰個係影響你最深嘅地方，你困得最犀利嘅，你受傷害最多嘅，或者你喺嗰個地方你傷害人最多嘅嗰一個死穴，今日係咪仍然影響緊你呢？我哋再一次咧祈禱，將呢段時間交託俾神，求聖靈幫助我哋。天父上帝啊，求你咧指教我哋，求聖靈咧讓我哋去明白，打開我哋嘅耳朵，聽你要對我哋每一個人所說嘅話。祈禱奉主名求，阿門。我請大家幫我讀出第2節啦。預備起。屬以蘭的子孫耶歇的兒子示迦尼對以斯拉說：我們對神不忠，娶了這地這外族女子為妻。雖然這樣，以色列現在還有希望。剛才講過重建3個階段，其實每個階段都有困難嘅。重建聖殿困難在於敵人不斷去阻撓佢哋，又告上去皇帝度，又令到佢停工10幾年。重建聖城呢，可能而家你喺小組團契查經開始睇啦，你會慢慢去發現呢，係在於呢係喺佢哋附近嗰啲嘅敵人對佢哋嘅威嚇，無論係用説話，無論係用武力對佢哋嘅恐嚇。重建聖民呢，最大嘅困難喺邊度啊？其實就係嗰個死穴啊！嗰個死穴就係咧，佢哋咧喺個死穴當中，佢哋對神不忠啊。第2節不忠呢個字，其實喺第9章已經用過噶。第9章已經用過噶，一路咧嚟到第10章用過6次噶啦。翻譯得好好嘅中文，其實咧帶出咧一個毀約啦、背棄盟誓嘅意思。另一方面咧，亦都係代表咧喺婚約上邊咧背叛配偶。我哋讀舊約聖經，我哋知道噶。聖經係咧將神同人嘅同以色列民嘅關係係比喻為夫婦嘅關係。以色列係耶和華所聘嘅妻，而咧耶和華係以色列嘅丈夫。你本應只有一個配偶嘅啫，但係你竟然喺出邊你有第二個人，不忠。呢個就係帶出嗰個信仰上面不忠嘅意思。另一方面拜祭緊耶和華，另一方面你竟然去拜當地各種嘅偶像。個根源喺邊度啊？個根源就係在於佢哋同外族女子通婚。喺嗰個位置我哋唔再詳細去讀噶啦。你知道其實喺以色列嘅歷史裏邊，一路由迦南地開始，去到咧王國嘅後期，佢哋都係飽受呢一個問題嘅影響。呢一個係以色列人嘅死穴嚟嘅，同外族人通婚，以致帶嚟信仰上邊對神嘅不忠，又拜耶和華，又侍奉巴力，同埋其他種種嘅偶像。我哋睇呢段，其實咧頭先聽
主席幫我哋讀出，其實都有啲位置我哋唔明㗎，甚至咧會影響我哋聽影響我哋去睇嘅。嗱，頭先我哋讀咗第2節，你讀埋第3節啦。預備起。現在我們應當與我們的神立約，按着我主和那些因我們神的誡命而戰兢的人所擬定的，照着律法而行，送走這些妻子和他們所生的兒女。哇！要送走呢啲妻子同埋佢哋所生嘅兒女，淨係呢一句已經令到我哋耳仔豎起晒啦，係咪啊？響起警號啦！哇，唔係啊嘛，要拋妻仲要棄子，點會咁㗎？有釋經學者嘗試咁樣去解釋啊。成段經文呢，其實咧你睇到咧，韻文呢係冇一個離婚呢個字詞喺當中嘅，係咪？用第2節裏邊只係話送走啦，第10節咧分離啦，即係以斯拉所講嘅分離呢個字眼，從頭到尾咧其實都唔承認學者話唔承認呢段係一種嘅婚姻。佢哋嘅理據係咧喺回歸時期，同一個時期有本先知書馬拉基書小先知最後一卷亦都係同一個時期嘅作品嚟嘅。當中講到先知去指責回歸咗個以色列人，佢拋棄原配，娶咗外族嘅女子，因此呢個拋棄原配先至係離婚，跟住嗰個就係小三你明啊？所以係唔合法嘅。但係咧我哋都要好誠實咁樣講。今日我哋睇呢一段經文，其實佢冇直接咁樣話，我哋只能夠去話可能有咁嘅機會啦。以斯拉手上邊佢嘅個案後來喺18節至到44節所列出過110個名字，即係話110個 case 啊。呢110個 case 裏邊，我哋未必了解到當中係咩原因，或者當中有係咁嘅情況嘅。始終經文冇清清楚楚寫低。不過我哋睇到啦，喺呢個同外族人通婚嘅過程裏邊，成件事係好複雜嘅，成件事好麻煩嘅，成件事係好痛苦嘅，以至你睇到喺第1節啲人唔單止以斯拉去認罪哭泣禱告苦服，無論男女小孩都聚到佢面前一齊喊，好辛苦，好困難，罪帶嚟嘅後果係好嚴重嘅，係好沉重嘅，係好痛苦嘅。有關婚姻嘅教導，其實我哋都知㗎。我哋咧唔係淨係睇呢一段新約聖經，耶穌基督講論離婚嘅問題，神係唔喜悅嘅。又去到保羅喺哥林多前書後書提到一啲婚姻嘅事情，又講到咧未信嘅配偶如果你係信咗耶穌，你需唔需要同你未信嘅配偶離開佢啊？係唔需要㗎，反而你應該用愛、用溫柔、用你嘅德行去讓佢歸主。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對比翻今日呢段經文，經文係寫咗要同外族女子分開，呢個的確係一個事實。我哋或者係要去解開佢嘅，同佢哋隔絕。連帶呢一段關係所生嘅兒女，似乎喺第2節呢個示迦尼提議嘅，送走佢哋，送走呢啲所生嘅兒女。我哋聽咗仍然係唔舒服，仍然有好多嘅疑問，覺得難以接受。的確喺今天，我哋會為被拋低嘅孩子抱打不平，啱。咁但係唔係當時以斯拉做錯決定啊？又或者我哋會好快問：今日如果係咁，係咪我哋唔使應用呢一段經文啊？我哋可以跳過佢啦，直接落去尼希米記啦，係咪咁呢？唔得，我哋要停喺度呢一個位置一齊去研究下。其實經文有留低線索俾我哋嘅。線索第1、第2節，你睇清楚嗰度係話送走嗰啲外族女子所生嘅兒女。經文唔係用小孩，唔係用嬰兒，唔係用孩童，亦都唔係用緊第1節嗰個小孩子。其實你睇到第1節有小孩呢個字嘅，不過經文冇用到。好有可能呢啲兒女已經係長大成人㗎，可以承繼家業㗎。你細心諗下，由聖殿建成到以斯拉回歸，中間隔咗幾耐？57年啊！你有冇試過完成一個好大嘅任務？鬆晒啦，鬆下呢，慢慢就做錯事啦。或者係咁啦，佢哋喺建成聖殿之後，佢哋喺信仰上邊逐漸鬆懈啦。聖殿都起好啦，唔使咁緊張啦。前面其實呢，喺9章2節嗰度講過，有人帶頭㗎。上個禮拜有牧師同大家睇嗰段，領袖官長佢哋罪魁啊嘛，佢哋帶頭犯罪，帶頭踩界，帶頭娶呢啲外邦嘅女子，然之後呢，
好可能就係喺過去嗰50年一步一步滲落去咯，到祭司利未人啦，再滲落去啦，到一般嘅以色列人啦。上梁不正，下梁點啊？歪啊嘛！經過幾十年，成個群體逐漸都有呢個罪喺當中，甚至佢哋去敬拜，好可能都係帶住呢個罪。佢哋嚟到聖堂前邊，嚟到聖殿裏邊，佢哋嘅敬拜其實都係有呢個問題喺當中嘅，所以佢哋知嘅，佢哋為咗呢件事痛哭傷心，亦都好可能因為係呢個年份嘅問題，當中有外族女子所生嘅子女，或者有已經成年嘅。線索第二，呢個更加明顯嘅啦，有個民眾當中嘅代表示迦尼，即係第二節頭先大家讀嘅地方呢，佢提出提議啦，佢話我哋要送走啲人啊嘛。呢個示迦尼其實咧喺聖經仲有第二度咧提到佢關於佢屋企嘅事嘅。第二節嗰度講到佢係以蘭嘅子孫，邊個個仔話？耶歇。其實喺後邊嗰110個即係娶外族太太嘅人當中，有呢一個耶歇，即係有佢爸爸嘅名字喺當中。26節你睇下，你同我一齊睇下，嗰度話以蘭的子孫，跟住有2個名啦，第3個名咪就係佢爸爸咯，耶歇，見唔見到啊？你睇到啦，呢一個名字讓我哋可能去猜測，或者佢嘅父親呢一位耶歇，正正好似馬拉基書嘅記載，離棄咗佢原初嘅太太，再娶外邦女子都未定。對於兒女，都可能仍然有未成年嘅，可能有小朋友嘅。有啲啱啱有樣學樣，啱啱先做咗，咁點啊？線索3，我哋容易忽略㗎，就係以斯拉自己嘅説話。你幫我讀出第10節到第11節啦。預備起，以斯拉祭司站起來，對他們說：你們對神不忠，娶了外族的女子為妻，增添了以色列的罪過。現在你們要向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認罪，遵行他所喜悅的旨意，與這地的民族和外族的女子分離。有冇留意到有咩唔同啊？我哋一齊睇下，佢同示迦尼所講嘅説話，第2節嗰度，你對比下，逐樣睇下啦。佢話咧有對神不忠，犯咗罪一樣啦。犯咩罪啊？係娶咗外族嘅女子為妻，一樣啦。而家咧要按神嘅吩咐、誡命或者心意去做，一樣啦。做啲咩嘢啊？2個人有唔同咯。示迦尼話送走，送走咧喺原文意思就係切斷、斷絕滅絕嘅意思，完全咧去咧同呢啲嘅外族女子同埋佢哋所生嘅孩子切斷關係。以斯拉講咧分離，原文更加清楚係分別出嚟。分別為聖嗰個分別啊，單單歸俾神。以斯拉知道個問題根本並唔係喺婚姻嗰一刻啊，而係點解佢哋會進入呢一種嘅婚姻？點解佢哋會跌入呢個不忠？點解會踩翻落呢一個嘅死穴裏邊啊？佢哋嘅日常生活，佢哋嘅抉擇，模糊咗界線，拖協咗，以至慢慢接受，甚至喺困難裏邊，佢哋容讓呢個困難磨蝕咗佢哋嘅信心。佢哋用一啲社會嘅方法，透過通婚去維繫佢哋咧生活上邊嘅事情。當時佢哋回歸嘅人，其實先至係弱勢社群。當時嘅土地係俾外族人所擁有嘅，佢哋種嘢，佢哋奉獻所得嘅，其實好艱難。所以佢哋喺弱勢裏邊，有啲人掙扎求存，為咗生計，佢哋妥協，同外族人通婚，藉此得到穩定嘅生活，甚至喺社會向上爬。有啲咩唔同呢？就係示迦尼話送走啲外族女人同埋佢哋所生嘅兒女，同佢哋斷絕關係。以斯拉嘅着眼點，佢冇提到兒女，係咪啊？或者呢個省略，我哋可以咁樣去估計嘅，就係佢知道兒女嘅事情真係要小心處理。起碼聖經呢度冇講到以斯拉口裏邊要講咁樣去執行。前面已經講過啦，回歸嘅猶大人。佢哋咧喺通婚嘅問題上邊唔係一個簡單問題，而係反映咗佢哋咧屬靈嘅生命，佢哋本身生命裏邊嗰一個死穴啊，佢冇好好地去睇清楚，
若果以色列係一個人嘅話，佢之前被擄之前，因為就係犯咗大罪，個原因就正正係由呢一個同外族通婚開始，接受咗嗰啲文化，接受咗嗰啲價值觀，接受咗當地各種嘅拜偶像嘅風俗，以致佢哋失落咗呢個救恩，呢個恩典。係啊，我哋今日會鼓勵別人話喺邊度跌低就點啊？喺邊度起翻身啊嘛！以色列人相反啊，佢喺邊度起翻身，就喺邊度再跌翻落去，咁離譜。有一個男士咧，名叫阿海，佢有一個嗜好就係飲酒。佢話咧，由佢開始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就學飲酒啦。飲下咧，飲到20幾歲嘅時候咧，佢嘅事業開始上軌道啦。後嚟又做咗老闆，飲酒咧就成為咗一個嘅習慣。原來當時咧，佢自己開咗一個鋪頭，工作更上一層樓。不過佢飲嗰啲嘅杯數亦都更上一層樓，搭下越嚟越高，越飲越犀利。阿海話：以前打工咧就唔敢返工嘅時候飲嘅，不過做咗老闆啦，就放肆啲咯，冇人管我，係咪？而且咧，佢話越飲就越覺得自己越有 power 講嘢越強越流暢。不過佢知道身體健康有問題啦，唔得啊！佢嘗試去戒酒，嘗試咧去離開。直至到40幾歲嘅時候，有一次佢太太發現佢飲酒嘅情況咧好嚴重。點樣嚴重咧？就係咧佢咧試過咧喺一次工作嘅時候見緊個客，喺見客嘅時候，佢唔知點解佢突然間起身行開咗，走埋一間房裏邊瞓着咗。然之後啲同事叫唔醒佢，真係咁啦。呢件事咧令到佢同佢太太咧驚覺呢個問題好嚴重，要尋求協助。咁多年嘅習慣點樣戒啊？後來佢去睇醫生，用咗幾萬蚊去買藥食啲戒酒丸去戒除呢個酒癮。雖然係咁，阿海好坦白咁講，治療過程裏邊仍然偷偷飲酒，食咗戒酒丸更加肆無忌憚。回歸嘅猶大人就好似假釋咗嘅吸毒者一樣，以前吸毒俾人捉咗入監接受懲罰，悔改啦，戒咗毒啦，出翻獄啦，冇幾耐點啊？又喺嗰個死穴度踩翻落去啦，喺邊度起身又喺嗰度跌翻啦，冇嘢嘅。最初佢哋可能諗，我搞得掂㗎，真係搞得掂㗎喎。面對呢個生命裏邊最容易跌到嘅位置，呢一個死穴，佢點可以明知而故犯呢？弟兄姊妹，我諗其實今日成段嘅經文最重要俾我哋嘅提醒並唔係在於嗰啲結婚唔結婚嘅問題，而係提我哋喺邊度起翻身，就千祈唔好喺邊度再跌低。我哋要正視我哋心中嗰一個嘅死穴。你去諗下你自己信主嘅歷程。信主之前可能我哋係一個點樣嘅人？可能有好多個問題，你內心係點嘅？你自己知嘅。邊啲地方係你最容易泥足深陷？邊啲嘢係令到你即係沉迷得好緊要嘅？一着咗迷廢寢忘餐、翻天覆地、六親不認、性情大變，你知㗎，係咪？唔需要隔離人話俾你聽，你自己都知道㗎，因為你會承受住呢個罪帶俾你嘅惡果。有好多個後果喺側邊，好辛苦，好唔掂。當你認識耶穌之後，或者你回轉翻耶穌身邊之後，你願意認罪，願意悔改，求神赦免，神好好啊，佢恩典足夠啊，佢一定赦免我哋。好啦，一天光晒啦，翻嚟教會聚會啦，係咪？一路成長啦，但係唔知點解，不知不覺間，你會唔會喺生活裏邊經歷好多個掙扎，內心又重現一啲好大嘅慾望？又或者身邊嘅環境俾人逼啦，又或者環境又好啦，工作嘅問題啦，身體嘅問題啦，家庭嘅問題啦，好多嘢令到你去翻以前嗰個死穴前邊望住嗰個死穴糊裡糊塗又踩落去啦。你會唔會都話冇嘢嘅？我搞得掂㗎，得㗎啦，我唔會離開神嘅。甚至你可能同神講，神啊，乜都得，就係呢一樣。你有我啦，會唔會啊？甚至同耶穌講，耶穌啊，我乜都跟你，不過喺呢一個事情上邊，唔該你謝謝，會唔會啊？
每個人心中嘅死穴，你最清楚。講翻頭先我阿海啊，呢個阿海後來咧唔單止工作有問題，好唔掂啦，婚姻都出現咗問題。於是咧佢去咗一個咧即係的起心肝去咗一個咧福音戒毒嘅宿舍戒酒嘅宿舍。當時咧對於未信嘅佢咧，的確係好大挑戰嘅。佢話咧要戒除呢個嘅沉溺咧，就要徹底遠離個誘惑啊嘛。所以我喺個宿舍咧一住就住咗半年啦。喺期間咧唔可以接觸酒精，卻日讀夜讀聖經聽福音咁最尾當然信咗耶穌啦，而成功戒甩個酒癮啦。戒酒之後1年出翻嚟啦，太太咧仍然不時擔心，成日 check 住佢有冇偷偷地飲酒啊，有冇偷偷地同邊個啊，又好唔信任罪嘅後果。所以阿海話戒酒第1年，佢咧任何嘅飲宴佢都唔去，就算阿媽生日咧，都只係帶佢去咧只有飲茶嘅地方冇酒嘅亦都咧唔敢約以前啲朋友食飯，積極避開所有可能會飲酒嘅場合。阿海話㗎，飲酒其實唔係一個壞事，但係對於佢嚟講，肯定係一個壞事，因為呢一個係佢嘅死穴。你知嘅弟兄姊妹，有啲嘢你看似中性，但係對於你嚟講，嗰樣嘢正正係捉住你唔放，令你不斷跌倒嘅位置。阿海話佢知道自己控制唔到，所以佢情願以後唔飲，免得再跌入深淵。弟兄姊妹，你呢？你未必係醉酒嘅，更加多數就唔會係吸毒嘅。男女嘅問題、情慾嘅問題、脾氣、錢財，或者一啲咁深層冇人知嘅嘢。以色列人最大嘅敗筆就係佢喺邊度起翻身，就喺邊度再跌翻落去啊嘛。面對生命呢個最容易跌到嘅位置，我哋要小心。我哋要好似以色列人咁樣喺以斯拉領導之下奮起轉離罪，求主幫助我哋每一個。成篇嘅經文結束以18節至到44節呢一段嘅名單，110個同外邦人通婚嘅名單作為結束。我哋以為寫下佢哋嘅名字，記低呢啲罪人係一個即係悲慘嘅結局。有學者指出，其實正正相反。喺行文當中，我哋今日冇時間睇啦。其實係顯現出佢哋要主動去投案嘅，冇人去捉佢哋嘅。佢哋要主動去到去處理呢個問題，主動舉手，讓人知道佢有呢個問題。結果呢110人就係舉手回轉悔改罪人嘅名單，就好似你受浸啫嘛，喺眾人面前承認罪人，求神恩典憐憫。今日弟兄姊妹望住以斯拉記10章呢一個奮起轉離罪嘅故事，你嘅提醒係咩呢？每人有一個心中嘅死穴，求主幫助我哋要奮起轉離，唔好再踩落去。我哋一齊祈禱。主啊，我哋曾經喺受浸嘅時候，喺我哋信主嘅時候，我哋話我哋會跟隨你一生嘅，但係我哋好多時候都唔能夠做得好。我哋留戀呢個世界，我哋喺我哋人生裏邊最大嘅死穴當中兜兜轉轉，不斷踩翻落去。主啊，我哋今日我哋喺你嘅壇前，我哋都去立志，我哋願意靠住你奮起轉離罪，立志一生唔再跌入去以往嘅過錯當中。祈禱奉主名求，阿們。